大家好啊！繼續係一啲關於口岸去購物嘅話題啦。其實對上一個月內呢，我哋分別講過蓮塘口岸呢一邊，由於呢超咗原設計3倍嘅一個人流量喺假日嘅時候，咁所以呢，現時嚟講，其實每逢到假日呢，要過關啊等等，人流呢都係逼爆噶。政府呢亦都諗緊一啲相關嘅改善措施啊，譬如話增加呢一個過關嘅通道啊等等啊，會唔會呢係可以舒緩到人流過關上嘅壓力噶？人流多自然呢對呢一邊一過關後有商場啊等等，係有一個口岸經濟呢自然有幫助啦。咁蓮塘口岸呢邊之前都提過啦，有部分嘅燒肉店啊，可能一啲嘅賣臘味燒味嘅店鋪，講緊每日營業額咧係相當之高嘅。咁呢樣嘢呢，亦都係多得咁多港人呢係過關啊，喺度造就咗一個咁樣嘅一個消費力啦。而對上我哋亦都講過，羅湖口岸嗰邊呢，其實都唔執輸嘅。見你蓮塘咁犀利，本身羅湖口岸以前呢就係口岸經濟最強嘅一個口岸嚟噶嘛。俾你搶咗咁多客源，我梗係呢要做啲嘢去為自己呢一邊呢打造翻一個嘅強勁消費力啦。其實自從呢羅湖口岸嘅羅湖商業城，以至到地庫係增加咗好多知名嘅一啲商戶啊等等啦，選擇係多咗好多。咁其實呢一邊呢，都真係有好多人咧過關嘅時候啊，喺口岸嗰度咧進行一個消費購物，買啲嘢翻香港噶。嗱，你話有冇人係刻意特登喺某個位過關去買嘢呢？大部分人都會認為係冇噶。不過事實上係真係有嗱，至少呢，我係有機會係咁樣噶。因為有某一啲嘅商品呢，某一啲嘅食品呢，真係可能咁啱喺羅湖口岸嗰度先至有機會買到。所以我曾經試過呢，喺兩個口岸嘅選擇之下，就係揀咗羅湖口岸都未定噶。當然啦，呢個呢絕對係少數嚟嘅，因為大部分人呢，其實過關後或者係過關前喺口岸度買唔買嘢呢，最重要係嗰度有冇啱佢嘅嘢可以買啊。如果唔係嘅話呢，其實好多人就喺地鐵嗰度直接上咗口岸呢，就走人噶啦，根本上都唔會留步喺度睇下有咩係啱自己可以買翻香港噶。不過講開喺口岸呢度咁樣消費嘅話呢，其實又引申另外一個話題啦。唔知道大家會覺得其實喺呢兩個口岸去買嘢嘅話，邊一個對於一部分食物嚟講呢，喺嗰個嘅衛生情況啊，或者喺個保存拎翻香港嘅一個過程裏邊係更加理想啦。直白啲去講呢，就係大家都係有唔同類型，譬如話燒肉啊、雞啊、鴨啊，甚至乎燒鵝啊等等噶嘛。咁但係到底邊個口岸喺保持啲食物嘅相對新鮮程度會做得好啲呢？當然每間鋪呢係唔一樣噶，但係我哋從個口岸去睇呢，其實我可以話你知，如果入夜後計呢，絕對係蓮塘口岸會好啲嘅。點解我咁講呢？因為如果喺對上嘅6月、7月、8月或者係9月都好啦，其實你喺羅湖口岸嗰邊過關，打個譬如晚上10點、晚上9點都好啦，更加唔好講11點啦。其實你會發現呢，嗰邊個口岸呢係熱啲嘅。啲冷氣咧好似係閂咗咁嘅。我曾經咧喺購物嘅時候同呢邊嘅商戶傾過，佢哋就話咧的而且確佢哋呢一邊啊，大概可能6點後嘅時間咧，其實個冷氣開始閂嘅啦。所以咧7點8點你經過羅湖口岸翻香港喺地庫嗰度經過行過嘅話咧，你都會覺得嗰邊咧係熱少少、焗少少噶。喺咁嘅情況之下咧，其實嗰啲燒肉啊、雞啊、鴨啊、鵝啊等等喺個保存上咧，我個人就覺得及唔上蓮塘口岸嗰邊啦。相對嚟講咧，冷氣係充足啲嘅地方啦。自家兄弟管家服務，由買樓、驗樓、收樓到裝修、家私訂製都全面協助 ，VIP 睇樓安排，仲有無償售後服務跟到尾。揾自家兄弟買樓，我哋最幫手。你可以咁樣去幻想一下，如果關冷氣嘅頭1個鐘，可能呢啲食物嘅保存啊、衛生情況呢都 OK 嘅。但係當進入第2、第3個鐘冇冷氣啦，越來越熱、越來越焗嘅時候呢，其實食物上面嘅相關可能細菌啊等等，亦都有機會滋生嘅。咁去到10點、11點已經關咗冷氣幾個鐘頭啦。咁其實你可以諗一諗啊，好多食物呢，其實咁樣擺喺外面，雖然呢一度呢就唔會有車啊，唔會有塵啫，但係始終呢係一個半露天空間啦，相當之開放啦，人來人往啦，再加埋個溫度係相對熱嘅話呢，肯定就冇咁理想啦。咁所以你可以幻想得到點解我話蓮塘口岸嗰邊嘅商場啊，
去到夜晚佢仍然咧都仲係有冷氣嘅情況之下咧，肯定呢一類嘅雞啊、鴨啊、鵝啊同埋燒肉啊等等會保存得好一啲啦。咁當然你可能會話，喂，部分鋪頭其實佢都有自己喺裏邊設咗一個冷氣嘅，但係你會經常留意到咧，部分嘅食物咧其實係半外露嘅。咁所以你幻想一下，真係熄咗冷氣之後啊，喺大環境相對熱嘅情況之下，呢啲食物嘅保存方面呢，肯定係及唔上一啲冷氣開得足嘅商場嘅。嗱，我咁樣講呢，並唔係特登同你推介蓮塘買一啲咁樣嘅食物呢先至比較理想，只係純粹呢以事論事嘅啫。親自呢去過兩個口岸呢一邊買嘢啦，自己諗翻都會覺得呢，其實如果晚上喺羅湖口岸嗰度買呢，肯定係冇咁理想噶。嗱，不過都要補充一句嘅，我講緊咧冇冷氣嘅部分咧係地庫，即係而家畫面見到呢一個位啊，就並唔包括咧羅湖商業城上面嗰個商場位啊，嗰度咧係應該去到夜晚都有冷氣噶。咁我今次咧主要就針對翻地庫呢個位置去買嘢。嗱，雖然咧我過去呢幾個月咧都仍然有喺羅湖口岸嗰度啊，大概過關前9點零啊、10點鐘啊去買嘢。不過諗翻轉頭啊，其實之前咧7月嘅時候，太太都有講啦，有時天氣熱咧就唔好買咁多呢啲燒肉啊等等啦，因為咧你喺帶埋過關之後，翻到香港自己屋企咧，可能都仲要再相隔個零鐘啊，有時耐嘅可能接近2個鐘噶嘛，咁先放入雪櫃，咁始終咧喺個食物方面嘅保存咧會差些少嘅。咁啊，如果保存得唔好嘅，又或者焗親啲食物啊，咁滋生嘅一啲細菌啊，相關嘅衞生風險啊，又會再高啲啦。咁當然啦，可能又有人再推論到去另外一個話題啦，就係本身你喺過關前，無論你嗰個地方冷氣足唔足都好啦，但喺內地買一啲已經煮熟咗嘅食物拎翻香港呢，的而且確本身都存在一定嘅風險嘅。咁啊，呢一樣嘢呢，真係要自己衡量翻啦，盡可能呢，回家嗰條路呢，就真係過咗關之後盡快翻屋企啊，就唔好再周圍行下等等啦，因為呢，你一熱一凍嘅情況之下呢，加速咗佢嗰個食物變壞嘅一個風險嘅。咁所以真係啦，如果喺口岸嗰度買咗嘢啦，又或者口岸前都已經買咗嘢嘅話呢，而呢啲食物係屬於熟食嘅啊，喺嗰個保溫啊各方面做得冇咁好嘅情況之下，盡快過關後要回家雪好啲食物佢啦。咁當然我亦都知道有啲人呢係當晚即刻食咗都有，咁有陣時呢，我為着嗰個新鮮程度呢，我都會夜晚當宵夜咁樣啊，食咁一部分嘅一啲喺口岸買翻嚟嘅食物嘅，而且呢個口感等等的而且確比較好啲嘅。咁但係如果你買嘅食物份量稍為多啲呢，其實你嗰晚就算當宵夜都好啦，都肯定食唔晒噶啦，一定要呢放翻入雪櫃啊，可能喺之後嘅1-2日呢，盡快清咗佢啦。嗱，無論點都好啦，其實喺任何地方買嘅食物，如果係熟食嘅，喺個保存方面要注意啦。如果遇咗夏天嘅話咧，就更加要小心啦。另外好多人關心嘅價錢方面呢，其實我覺得冇話邊一個口岸呢一定特別平嘅。最主要呢，就係如果晚上嘅時候你過關，你睇下邊一檔呢可能剩低個貨相對多少少嘅話呢，佢就會清貨尾啦。咁所以呢，就等於係喺嗰個時間呢挑選翻邊間係會比較平啦。咁但係亦都唔好淨係揀平喎，因為呢個質素都好緊要嘅。咁我曾經呢喺蓮塘口岸就買過大概20蚊1斤左右啦，即係呢佢俾我40蚊2斤嘅，質素都還可以。不過肥肉呢就少啲，瘦肉咧就稍為多少少啊。咁亦都試過喺羅湖口岸嗰度大概25蚊1斤嘅。我個人認為咧，如果係有25蚊1斤左右呢啲水平嘅燒肉嘅話咧，就唔需要去買嗰啲所謂咩30蚊2盒啊等等啦。因為一般嚟講25蚊要到嘅買到嘅嗰個燒肉個質量啊、個份量啊，都會比呢啲所謂30蚊2盒之類嘅係會抵一啲嘅。呢個係經驗之談啊。咁當然可能你遇到嘅情況唔一樣啦，都歡迎你咧留言講講噶。至於頭先我所分析嘅兩個口岸啊，有冇冷氣啊等等呢一方面嘅一個睇法，唔一定要你要認同噶。咁可能你有其他嘅睇法，又或者諗到一啲我都諗唔到嘅嘢，都可以留言講講。嗱，今集嘅內容咧就嚟到呢度先啦。咁如果之後我諗到其他一啲有趣嘅話題咧，再同大家分享啦。我哋下條影片再見。灣區嘅生活咁美好，樓價又夠晒平，你有冇興趣喺度置業享受人生呢？自家兄弟提供 VIP 睇樓安排，未諗到想喺邊度睇樓同買樓，想自家兄弟幫你研究，一樣可以揾我哋，仲會同你分析樓盤優缺點，睇下係咪切合你嘅需要。跟自家兄弟喺灣區置業，仲有無償售後服務跟到尾，快啲嚟我哋展銷廳了解下啦！追求美好生活，灣區首選自家兄弟。